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道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 Johnny Fox。好，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3月5號啦。好啦，今日係星期四。好啦，繼續嚟到星期四啦，我哋繼續同大家揭露最新下嘅國際局勢噶。好，而家呢個咧，伊朗中東嘅戰事踏入咧第5天，但目前呢個局勢咧仍然充滿住咧極大咧嘅變化。好啦，因為好簡單啦，今次咧美國咧嘅計算就係動武個時間會相當之長，直至咧所有咧目標咧達成噶。根據而家咧嗰個叫做判斷，咁似乎而家咧呢個叫做戰爭個時間咧好可能係會比想象中咧更長。好啦，而且我哋同大家咧都分析過，由於而家咧好多個國家係唔可以咧翻轉頭，因為咧放任伊朗喺呢個地區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仲有對其他國家係四周圍咧係發動無差別攻擊，都係咧呢啲國家咧係不能夠咧容忍嘅事情。好啦，而且如果你咧係俾佢係有一個喘息嘅空間，甚至乎咧係復活，咁其實對於以色列嚟講都係咧一件相當之危險嘅事情。咁所以以色列咧今次美國咧醞釀咗咁耐，需要預備。先至咧決定開戰，就即係話咧，就當初咧講嘅好多嘅原因，包括咧就喺附近地區嘅盟友係遭受攻擊，所有嘢咧都證明個評估咧係正確噶。然而既然有咁多不確定不利因素，仍然你睇到第一天美國同埋以色列就係對準哈梅內伊係攻擊，咁即係話咧就佢哋對於瓦解伊朗政權係做好咗咧心理準備。好啦，咁所以即係話咧，如果佢哋係仲未達標，恐怕佢哋咧係唔會咁容易咧係停手。好啦，所以如果你知道咧係點樣閱讀，就知道而家呢個大概個形勢。當然呢個係目前所知道嘅事情嘅分析。如果你話再有突發嘅情況嘅改變，例如可能係美國嘅內部啦，又或者再有其他突發嘅事情發生，當然又會再有變數。總之而家咧就係好多咧嘅不確定喺裏邊。好啦，因此原本中共咧就係約咗咧係特朗普喺4月份咧就應該係特朗普會見呢個咧習近平噶兩國元首咧嘅會面。好啦，如果以國際局勢嚟講，咁咧對習近平咧相當之咧不利噶。當初咧大家見面。就習近平可能覺得咧有優勢，因為咧中國大陸就係似乎認為自己係掌握住咧係經濟嘅命脈，例如呢個咧係稀土，佢認為稀土牌咧好有效，不過佢而家要考慮嘅就係到底太過強硬嘅牌打出嚟會唔會有極大咧嘅反效果噶？因為其實而家習近平最驚最唔想發生嘅事情就係自己係成為咗佢嘅好朋友哈梅內伊嘅翻版，最高領袖、獨裁者，仲有身邊大班人想去死，各種呢個特徵全部咧係具備晒噶。我亦都咧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知，其實咧中國大陸去打核戰爭嗰個叫做預備同決心，絕對係仲要比普京咧更弱。因為咧習近平大家咧揣摩一下佢心理就知噶啦。佢想做咧就係中國共產黨咧嘅皇帝，佢想做咧係鄧小平以上嘅事情。咁所以咧佢覺得係要武統呢個台灣，又或者成功統一台灣。佢嘅目標喺度學緊咧毛澤東，但係佢咧並沒有任何咧打仗咧嘅經驗，更加冇諗住咧要魚死網破噶。習近平咧每次都好似好強硬，但係去到咧最關鍵嘅時候，就會咧忽然之間咧放鬆，對住美國咧試咗好多次，又會咧再講翻咧和平，即係話其實習近平咧係相當之恐懼咧，真係動手。尤其是如果而家咧係先後兩次，係連續兩次啦。如果連續兩次都唔警覺，咁就實在太蠢。咁兩個獨裁者都啱啱係死咗喺咁馬杜羅未死嘅，不過同死咗都差唔多啦，因為佢已經被瓦解，都冇得再翻去委內瑞拉係做總統。喺政治上邊已經死亡。某個程度上可能仲慘啲，可能哈梅內伊一下搞掂，冇咁痛苦。
好啦，嗱，有兩個先例在前，一個就係馬杜羅啦，下一個係哈梅內伊啦。伊朗更加不確定噶，邊個上台可能邊個咧出事。而家估計美國就係用緊呢種方式。事實上要預測呢種方式一啲都唔困難，係因為一直以嚟以色列對中東嘅恐怖分子長期都係用咁嘅策略。然而以色列嘅失敗咧就係在於巴勒斯坦好多人對以色列咧極度咧憤慨。好啦，但係伊朗係唔相同噶。伊朗咧因為個民眾好想推翻神棍政權，而且已經爆發過咧全國性示威，再加上咧大家都睇到啲影片，當呢個咧總統府咧中彈，係有大量嘅伊朗人民提供咧影片噶，包括大量嘅人嘅歡呼。所以咧其實呢個畫面對於中共嚟講，對於習近平嚟講係最恐怖嘅畫面嚟噶，因為真係唔使講得遠噶。而家如果中南海中彈，恐怕咧真係上街慶祝嘅民眾相當之多。好啦，所以啦，佢點會唔覺得恐怖呢？佢盯咗有人指揮解放軍對美國作戰，你諗下就好啦。第一時間話要同美國修好，我哋繼續做生意啦。佢俾人襲擊完，會有導彈發射，會有核彈，啲五毛幻想下就得，一定唔會發生。中國大陸啲核彈射唔射到出嚟都成問題。好啦，所以啦，話而家咧要將個川習會或者叫特習會啦，我哋香港叫特朗普，咁普通話呢啲人都叫川普。總之呢兩個人嘅會面咧原本係4月，而家已經3月頭啦，實在咧係太近。而且美國對伊朗個攻勢都仲未停止，咁即係話咧好可能橫跨咧成個3月，去到4月咧到根本咧都未停手噶。咁樣嘅情況之下，如果搞咧係兩個嘅峰會，恐怕咧對中國大陸係一啲咧係優勢都冇，一啲着數都冇，而且咧係相當之冇面添。因為講籌碼，如果你純粹可能講經濟，都仲有一啲咧係籌碼係受，但係如果一講咧係拳頭硬，就完全冇晒噶。好啦，對於咧相當之愛面子嘅習近平嚟講，就係咧相當之咧失威。而且太多不確定因素，佢自己都唔能夠係100% 斷定到底自己會唔會成為下一個受害者噶。雖然我哋目前評估呢個可能性當然係偏低，但係哪怕下個百分比係好低，其實習近平咧都不容有失，因為大家都知其實習近平係相當之怕死噶。佢仲要喺度發緊夢，要活到150歲，佢唔想而家咧就遭殃。好啦，恐怕咧北京當前並唔係同美國討價還價嘅最佳時刻。因為北京如果係要同美國總統見面，即係話咧都需要係有一啲咧係所求，即係例如大家要再達成一啲協議啦，例如取消一啲制裁啦，可能要放寬科技出口啦，可能貿易戰暫停啦等等。但係如果而家討價還價嘅本錢咁少，咁成件事咧就唔對等噶。而家呢個牌面，大家個籌碼咧就唔相同。好啦，所以選擇咧喺而家呢一刻暫時將個峰會擱置，其實都係意料中事。如果咧根本冇辦法確保係有機會達成協議，咁其實咧會面就變成咗冇意思。因為如果雙方會面冇辦法達成協議嘅話，咁其實咧不如將個咧會面押後。好啦，咁呢個咧就係當前呢個情況。咁作為中國大陸呢一邊嘅角度去睇，其實佢亦都需要知道咧再進一步伊朗呢個情況。佢就唔會夠膽提伊朗，都唔夠膽咧直接支援伊朗噶啦。咁當然佢哋亦都會希望有好消息咧發生。例如咧伊朗咧神棍政權可能咧繼續咧定住。好啦，因此中國大陸咧所想實施拖字訣其實亦都係可以預測嘅範圍。好，我哋今節同大家係揭露到呢一度，請各位記得繼續係節目咁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嘅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亦都請繼續打開本台節目清單，繼續欣賞播放。好，我哋今節時間暫時講到呢一度。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鎊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
咁所以呢，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藉住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